先啦，都代表我哋會德豐地產啦，咁啊歡迎咁多位啦嚟臨我哋港島南岸啦壓軸之作超級豪宅 Deepwater South 聯同啦我哋百年傳奇嘅跑車品牌啦 Maserati 咧，我哋呈現一個好特別嘅港島南極至奢華嘅體驗之旅啦嚇，咁我相信都好配合啦我哋身在嘅環境啦深水灣啦、淺水灣啦或者壽臣山。呢幾區咧，其實過往其實都係一啲顯赫嘅名門啦，或者富豪聚居之地啦。鄰近亦有好多頂尖嘅私人會所、遊艇啦、國際學校雲集咁我相信咧都係流露翻一個好深刻嘅貴族生活嘅氣息亦都好似我左手邊大家都見到啦得天獨厚一個好嘅海岸線一個山巒啦，亦都真係啦嚟到呢度啦，尤其是今日風和日麗啦，真係可以媲美啦法國南部一個蔚藍海岸嘅壯麗嘅天海啦。大家有啲時間嘅，點解都可以細心去欣賞一下啦。順便啦，趁今日咁多朋友喺度啦，或者內地嘅朋友都喺度啦，咁其實都可以介紹下我哋 Deepwater South 啦。呢個都係位處咧一個豪宅嘅地段承襲一個百年嘅氣度啦，飽納啦一個廣闊嘅深水灣啦、壽臣山嘅景緻最重要一樣係咩咧？都坐擁咧地鐵站上蓋嘅優勢。我相信都係屬於咧近年啦一個可以形容為啦一個珍藏級嘅超級豪宅。我相信啦嚟緊都會吸引好多啦一啲名人嘅富豪去對我哋嘅項目我相信一定有佢哋嘅興趣嘅。呢個項目我哋都希望啦，可以打造成為啦一個南法貴族度假嘅生活啦作為我哋嘅主題，我哋都希望啦，將南法嘅生活美學啦融入我哋嘅建築設計裏邊。喺我哋嘅會所裏邊啦，我哋所有設施咧都希望可以呼應到啦一個咁嘅主題。我相信啦，好多香港人啦，其實都好追求啦生活嘅所以今日咧，我哋都特意安排啦一個百年國際級嘅殿堂品牌啦 Maserati。我相信佢哋嘅設計理念啦，同我哋係不謀而合嘅。亦都希望啦，可以安排今日嘅聚會啦，可以大家互相交流、互相認識。稍後時間啦，我相信在座有興趣嘅人士咧，亦都可以坐上下Maserati 嘅名車裏邊啦，可以係暢遊啦、淺水灣啦咁所謂啦，名車配豪宅，都希望啦大家體驗一下南法嘅生活，感受下我哋 Deepwater South 啦呢個項目嘅心意啦亦都咁去講，我相信大家都認識過往嘅淺水灣啦，其實尤其是新航嘅淺水灣酒店過往都吸引到好多香港嘅名人嚟呢度啦。今日我相信我哋都夥拍咗啦The Repulse Bay 啦為我哋嘅貴賓啦送上好似係張愛玲淺水灣嘅展覽專屬嘅導賞之遊。除咗喺度可以揸下名車之外啦，今日如果大家有時間嘅，都可以去參觀一下啦張愛玲淺水灣呢個展覽嘅導賞團啦。希望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嘅早上啦。亦都好開心啦，我哋 Maserati 啦可以首次為我哋 Deepwater South呢個項目啦，作為我哋一個好重要嘅活動。將時間交翻俾你啦 ，Kim 好唔好？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實 Maserati 踏入2026年咧，已經係112週年。其實呢112週年入邊咧 ，Maserati 推出咗好多唔同經典嘅跑車，包括喺1954年入邊推出嘅現名 F1 呢個車啦。車手 Fangio 其實就揸住架車拎到 F1 嘅世界冠軍嘅。亦都包括我哋今日眼前呢兩部車啦。藍色呢一部咧叫 Grand Cabrio Bugatti， 其實佢係市面上暫時最快嘅4座位開篷跑車嚟。而當然仲有黑色呢一部啦，MC20啦。其實佢有一個全碳纖嘅車架，配搭一個 V6 嘅 Nettuno 引擎。其實每一部 Maserati 咧，佢都係除咗外觀嘅線條啦，佢引擎嘅調校啦，同埋佢內籠嘅配置啦，其實都展現住呢個意大利頂級嘅一個奢華嘅一個品質啦嘅追求。
咁所以呢樣嘢咧，亦都係好多謝會德豐啦。咁咧呢一個會德豐今次嗰個 Deepwater South 嘅樓盤，佢對品質嘅追求，佢對細節嘅追求咧，其實同 Maserati 嘅理念係完全係吻合，亦都造就咗今日呢個 event 我哋呢個聯手嘅試駕活動啦。我哋希望咧，其實 Maserati 咧唔單止係一部汽車，而係對生活品質嘅追求。咁因此咧，今日安排呢個 Maserati 嘅汽車展示咧，除咗頭先講嘅呢兩部即係 Grand Cabrio、Bulgari 同埋 MC20之外，轉頭咧亦都可以邀請我哋嘅來賓去試駕我哋門口兩部我哋旗艦嘅 SUV Grecale 啦，呢部相當之適合喺香港路面駕駛嘅型號。咁轉頭可以喺今日咁風和日麗嘅天氣底下，沿住淺水灣柏麗嘅海岸線去感受一下 Maserati 嘅極致體驗。今日想分享嘅就係咁多，多謝。